我60歲咯。 60歲又點啫？你仲咁後生，都可以生一個仔同埋個女噶喎。現年60歲嘅前亞姐季軍楊玉梅係圈中著名嘅凍齡美魔女。然而楊玉梅近日就喺社交網度上載自拍影片，自嘲係皮鬆肉垮嘅老太婆。不過佢現年80歲嘅媽媽就唔係咁諗，甚至仲語出驚人咁催促個女生兒育女。對於自己60歲未婚未育嘅現狀，佢似乎感到相當無力。楊玉梅又發佈咗標題為80歲媽媽催婚60歲嘅我嘅一段影片。影片一開始，楊玉梅就向鏡頭報數：我60歲啦。估唔到80歲嘅楊媽媽竟然話：阿女你仲咁後生，都仲可以生個仔同埋個女，令到楊玉梅聽後哭笑不得。楊玉梅又隨即表示自己中意狗多啲，唔想生 BB。愛女心切嘅楊媽媽即時直言，擔心個女老來無依，更加拋出連環彈，表示老咗冇人同你冚被斟水。楊媽媽又喺片度大爆自己嘅催婚血淚史，話自己由個女20歲就開始催婚，如今睇住個女已經去到花甲之年，亦都只能無奈咁表示要放棄。不過雖然把口就話放棄，但個心都係覺得有一個完整嘅家庭好啲。佢亦都表明唔會因為咁樣而責怪個女。